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公视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因暗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愈暗会愈寒，要去参加跨年活动，就要穿较少咧。若是要看日出，可能云较高，看较袂到。这几天较湿冷，部分关山有积雪结冰，引发登山事故。伫咧花莲甲台东路出动直升机，甲登山客吊挂送医。台北捷运圆山站附近一间摄影器材的工作室火烧，好佳在拢无伤亡。消防判断可能是电池充电发生爆炸引起火灾。今仔日是元旦连假的第二天，国道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4倍多。高公局预告，明仔载国道1号明仔中昼开始就会出现上北的车阵，因为国道5号可能早时车就会变多啊。另外，因暗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愈暗会愈寒，要去参加跨年的活动，就要穿较少咧。若是明仔载要看日出，有可能云较高，看较袂到。未少民众趁元旦连假出佚佗，高公局预估跨年暗暝国道交通量是106万车公里，是年平均平常时的1.4倍。下晡开始车真多，各以南下麻豆往安定路段一度车真多。从南部出发的民众建议是在9点之前出发。那在中部地区的民众建议是在12点之前出发，来避开优色。返回北部地区的民众，在国五的部分建议是在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高公局提醒，元旦休假即天，国夜中昼过了后会出现上北的车流。国五是对早时开始车就多，原本行国一也是国三用路人应该行第61线。若是对南投来回台中地区，也应该行第63线。另外，跨年暗暝愈暗愈冷，温度降低，而且落雨机会也增加。若想要元旦看到日头光，可能要有点运气。东半部也是会受到迎风面的影响，中部的山区会受到中层水系通过，所以云量也是偏多，所以各地的云量都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底下，看到曙光的机会可能就是要碰一些运气。但是如果云是散得比较快一点点的话，在云缝中可能还是可以见到一点太阳。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跨年连假期间，境外污染物影响台湾，民众出外爱注意空气品质。若是敏感的族群，建议减少伫户外剧烈的活动，避免引起身体不爽快。记者自综合报道。今仔日南部的天气好，台南每年的梅花嘛长咧开。透早就有真侪游客要上山，警方拢加派人力去管制交通。另外，永安市区的跨年晚会嘛吸引真侪游客去遐，所以国华街有真侪人拢有先去遐行行踅踅咧，店头拢有加穿较济了，生意真好。无啦，迄个公车回车呀。面对大量游客之外，警方出动人力维持交通秩序，都惊交通拍死界，造成人甲车危险。元旦连假第2天，台南个别落雨天，小梅圣地台南梅仔岭透早就有大量人甲车，还未到山顶就开始塞。我们接下来还现在是找停车位，是先问我们下来。已经找好几天了，还是找不到停车位。水库路路口到梅岭风景区这段路段我们禁止甲类大客车以及各类大货车进入。如果二层品环线道路这边车流量过大造成停车空间不足的话，我们会实施单向管制。那山区人真多，都连市区嘛同款。尤其是台南以点心出名，国家台南市政府的跨年晚会，国华街已经有真侪人阵，都连店面都爱准备比平常时较侪的食材才有到位。没有，台南玩然后对。今天有没有想去看跨年？没有，太多人了，回家跨，对啊。树就有办活动周联潮会多超2-3场出来啊，当然会多备一些啊。这几天天气冷叽叽，台南以上舒适温暖的天气迎接游客。台南几位出名景点，阁出现真侪人阵，也有跨年晚会的加持，让台南旅游的气氛更较热闹。记者综合报道。跨年连假各地拢出现真侪游客，交通事故嘛都在增加。伫咧垦丁半暝有食酒赛车的游客，甲14岁无驾照骑奥多麦青少年去冤家，互相咧辱车，结果去弄到路边自来水管线的排气开关甲护栏，
甚至摔落去水沟，拢总造成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汽车拢甲慢慢落落，引擎盖开，看出来拢甲真大力。互拢派去的排气开关水喷甲活咧3层楼悬。屏东昆田311透早1点外发生隔离弄着车祸，一台汽车弄着水公司的排气开关，另外一台骑机车的人是弄着护栏，搁落落水沟啊，造成1个死亡，4个受伤。警消缉捕赶到现场，汽车死的人是桃园路人游客，骑机车的人是屏东人，双方先发生冤家相拍，搁开车烧热，才会造成家己去弄到的事故。警方调查搁发现，25岁汽车驾驶酒测值超过标准，达到0.49毫克，骑机车的人是刚14岁，无照驾驶。斗殴双方逃逸互相追逐时，于南湾路段因行车不慎自撞消防栓及扭折吸护栏。受伤救治，警方初步已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全力追缉中。其中一个汽车乘客因为头部重伤送医途中死亡，汽机车拢因为违规造成车祸。警方除了调查监视器查清楚事故的原因，也要针对啉酒赛车、无照驾驶、规定相拍这违法的行为，甲汽车驾驶甲骑机车人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较湿冷，部分关山有积雪结冰，就引发登山事故。早起花莲的空勤直升机连续出动去番薯峰甲南湖大山，佮一个摔断骹骨，佮有一个触到磕到头的登山客吊挂载落山送医。伫咧台东嘛有台大登山社的学生摔落去山坎，出动空勤直升机来协助送医。救援人员伫空中发现救助山友，空军直升机赶紧来挖军，山友一直会布条继续吸引注意，队员赶紧执行救援的作业。甲伤者吊上直升机，这23岁女山友伫北北二段经过甘肃南山峰往无名山时无顺利滑倒，才感觉骨头断去。另外一边是54岁查甫人，爬南无大山，伫倒西峰往马匹山山时无顺利触倒，头壳受伤。这两个案件拢由花莲空群来执行吊挂救援。受伤的两个人拢转送到病院治疗，不过毋那伫花莲，台东也发生这个登山的意外。台大登山社13人计划员工渡到台东海端乡的六六温泉，30因为天气无好撤退，不过其中一学生意外落落去大约40公尺深的山谷。3月1早起，搜救人员大家先轮流解救到地面上，再搁由空军直升机来送病院。台东县消防局讲，伤者性命异常稳定。因为最近天气湿寒，台湾关山的气温大概拢伫0度顶下啊。积雪结冰造成较侪意外发生，提醒民众若是去爬山，也是户外活动，爱穿好烧，嘛爱注意安全，嘛爱建立良好的敬重、尊重山人的观念，才可度降低意外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圆山站附近一间摄影器材工作室，早起7点外熊熊火烧，而且消防队甲火拍火了后又搁烧起来，好甲在厝住一家火7个人拢无伤亡。根据消防判断，这厝内有囤真侪电池，敢若就是电池咧充电的时发生爆炸，引起火灾。纯纯的高烟一直冲出来，消防人员赶到位，赶紧用水管来拍火，对厝内一直散水，但过火敢若拍袂熄，效果有限。厝内拢烧甲大大乌乌，拢乱糟糟，电视设备甲器材拢搬到外口，也阁有真侪电池拢紧搬出来，避免一直炭烧。不过消防队收队离开了后，现场唔知安怎，火阁烧起来咯。当时爆炸的时候，周遭有大概数千颗以上的锂电池哦，数千颗，火扑灭了。消防队离开的那一步，锂电池又开始冒烟了，消防队又赶回来，又把它给扑灭。导火公寓1楼瓦群圆山捷运站是一间摄影器材工作室。3月1早起7点外，熊熊火烧厝，厝主看到了后，赶紧把困伫地下室的厝内的人叫精神，一家7个人赶紧走出来，厝边隔壁也互紧急来疏散，暂时大家拢坐伫个边啊，加在是无造成任何伤亡。那他是做摄影器材行，那他起火的原因是当时正在锂电池的充电。
不管是充电或使用都是，像最常见是不要在高温环境，像说如果你人在车上使用，那你下车的时候记得把它拿下来。然后例如像说包含在厨房或者说像说尤其是浴室啊，你在那个比较潮湿的环境充电，那本身对充电器或电池来讲都会有比较危险的地方。检察人员初步判断，敢是带锂电池充电超过一半，熊熊爆炸导火，也过详细原因也调查。也有专家是提醒，锂电池充电的环境，袂用温度伤高也是真湿。电池出现漏油、漏水、甲变形这情况，也拢袂用再使用，若无导火甲爆炸风险，拢会真悬。记者陈报道。昨举办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赖清德今仔日是搁再强调，伊是批评侯友宜甲中华民国的宪法参9·2共识连做伙，会带来灾难。因为侯友宜是回呛赖清德，完全就是支持台独，无认同这个中华民国。另外，个问题是继续批评两个对手辩论的时，拢在闪伊的问题。看到有小学生支持者提联络簿要来签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写学业进步勉励，大选斗胜进前黄金9万，连走双北桃园拍拼催票，前日港辩论会话题持续议论。赖清德本来要批评国民党侯友宜甲中华民国宪法当作两款护国神山会带来灾难，不过伊老讲宪法2字引起议论。不过赖清德有讲，连做家己做总统会依照宪法推杀国政。把中华民国宪法跟9·2共识混为一谈，而且说成是中华民国的护国神山，我认为这种说法对台湾是危险的。未来我当总统的话，我当然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有现有的法律在推动国政。请问赖清德，中华民国甲中华民国宪法有啥物无共款？你说会带来灾难，就是你内心若是支持台独，你这摆是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呢，不能老是做忘恩负义的事情。侯友宜应讲，赖清德都是支持台独，无认同中华民国。侯友宜规港行程安排伫中华扫票做势，要稳定中部的支持度。国家捌停郭台铭则退党的议长谢点林做伙，代表整合完成。另民众党郭文铁是伫新北竞总召开岁末记者会，批评哪列对手辩论的时阵拢伫闪问题。赖清德有回答我的问题的，只是都讲错啊，越讲越糟糕。侯友宜比较聪明，就通通不回答。一个是不认同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共支持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呢，遇到我的问题都会很会闪。郭文铁嘛宣布，今年元旦会去台东看上早的出日。所来初日至12会甲府区5兴营分路进行全台大扫票，两个人一男一百去关城市拼最后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对2024年开始，义务役就要恢复做甲一档。根据统计，正月25要入伍的头一梯，就有2100个人家己申请要去做兵，大超过国防部提供的300多个名额。而且佫传出头前这2梯当中会做陆军。专家就表示，应该是因为场地还未准备好势，才会拢总先集中去做陆军。共军持续交代，国防部公布30至31日的4点钟内有3台共机、4只共艦伫台海周边活动。2024年开始，搁再恢复一年制义务役。不过，根据六都兵役局的统计，申请一年役头一梯人数有2159人，国防部敢若提供332个名额。当然，配付人数也无消失，而且传出1、2月入伍的新兵全部拢是陆军，也引起议论。陆海空各军种都有配付员额，那么国防部会依照役政单位推估每个月义务役役男的人数来完成入伍训练的一个梯次规划，并且配合役政作业的期程来保持滚动式的调整。头一梯600个役男会伫明年1月25入伍，预定第一年要定收9127个役男。专家分析，由民转兵的训练大概需要2个月时间，推测可能是因为野战场地也未全部完备，唔知地区前2梯的新兵拢敢若当分发到陆军，也表示提升国军的战力。除了延长服役时间，嘛要有够的强度合格训练，这才是关键。他们的野战场地有没有规划完善？还没有规划完善的时候呢，只好先塞陆军。只要光部把这个训练强度恢复，把训练场地弄出来，
相关的战力自然就会有所培养。另外，传出国防部进前邀请部分县市政府开会，要求调查越南相关资料。不过，业政人员认为，部分调查项目恐惊会变作选战的议题，伤过头敏感。国防部是回应，这是因用高调的做法，伫每一推出越南入营服役前1个月，先掌握到基本资料，让身份单位会当完成装备甲人员的管理规划。资料内容甲业政单位拢已经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警方昨伫咧大同乡251线附近的溪埔，发现到有人藏一袋价值17万5的国有水流茶红柜。警方伫咧现场当，真正掠到一个山鸟鼠，搁伫伊的车顶超出毒品。这个嫌犯已经互依照侵占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来上班。出来！警方大声喊，甲藏伫河床山背回姓李的查甫人揪出来，因为伊的小货车载价值差不多17万5千块的水疗茶行落去，想要来卖钱。其实，宜兰警方30半暝执行防窃巡逻勤务的时阵，就发现嫌犯藏的这袋国有茶，通报垃圾平台了后，保持中队甲林业保育署人员组成查缉小组埋伏，透早就掠到要来运茶姓李的查甫人，也搁伫个车顶敲到一细包安非他命。本分局已将盗伐侵占林木案件列为查缉重点，并设有列属专案平台，共同侦办盗伐林木的案件，呼吁民众在山区发现可疑的人车，可随时向警方举报，让警民合作，共为治安，也为国土的林木保育尽一份心力。警方叫这山鸟鼠唔通犯法，询问了后，甲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依照侵占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这个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高铁站为着要解决交通的问题，要用 AI 摄影机来掠违规停车接送的情形。不过，也是有不少民众认为，若是有载老人囡仔，也是行李足济，应该得爱体谅，互人一个方便。年假第2天，台中高铁站头前车真多，为咗民众赶大卡小卡的行李准备要坐车，严格落车爱伫3分钟内底完成，以免互这个科技执法会发丢。时间太短，会造成我们上下车这样子拿行李啊，就比较压迫感。像他如果心情好的话，很快就下去了，可能10秒内就结束了。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东西，可能他拿着气球，拿着什么，然后东西又飞走又怎么样，就会可能比较赶一点。台中高铁站区1、2楼采接送分区分流的科技执法，以 AI 摄影机的影像来分析，规工自动来侦测。站区1楼是接客专用，禁止临停送客；2楼是送客专用，禁止临停载客。也若1、2楼停车拢限时3分钟。为咗民众讲，上惊拄到行李伤多，也是老大人甲囡仔要落车。另外开车的人也讲，时间控制嘛爱算甲精准。我们会帮他拿轮椅拿下来嘛，让他马上坐差不多了。有当时啊，接公司的客数哦，这下骹就较低啊。警方讲，跨年假期伫台中若有跨年晚会，另外也有这个5月天的演唱会，为着避免交通帕解，也会加强来执法。违停超过3分钟的部分据以举发，举发金额为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警方讲，台中高铁站2021年科技执法以来，总共处理违规的停车3万多件，其中以站区1楼载客所在违规停车超过3分钟上多。年假期间除了加强来疏导，也提醒开车的人要遵守这停车的路线甲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10当前，伫咧高雄爱河吸引400万人去参观的黄色鸭，即马市府宣布，确定正月27会个登去高雄展出1个月。因业者嘛呼吁市府爱河暗时的观光得爱规划好周至，配合过年的活动，才会当带动如大商机。工作人员对吊手先甲半天悬，甲宝宝固定伫高雄市政府的壁顶，听候宝宝放落来，熟悉古水的图重现眼前，古水的黄色鸭尾仔转来啊！黄色小鸭的重磅回归，那包括周遭的市集，还有冬季游乐园在我们16到18号的码头，那这个也是新完成的，把我们的码头的还给市民。
高雄市政府宣布，离开10年黄色阿比亚，伫1月27重回高雄爱河港湾登记1个月，希望搁创造当年将近400万的参观人数，加10亿观光散达。多少会啊？因为高雄能去的地方不多，就是散步的好景点。老鸭也很可爱啊，小朋友都很爱啊。有民众真期待，也有民众感觉太流行啊，应该有更加侪选择。因为之前看过了，所以就有看过这样，就不会想再去看过。有更多比它好玩的，不一定要去看那个黄色小鸭。民众看法无同，随上10年，爱河边已经陆续加流行音乐中心、大港桥、站酷群这些建设甲景点。不过，观光旅游业者认为规划也需要加强。爱河最受人家诟病的就是到晚上灯光很微弱，来旅游的人口他会觉得蛮萧条的。如果说市府在这一块再去加把劲，好好去发展，它会改变这个城市的亮点。业者分析，黄色阿比亚是由高雄的纪念，也是登开地标，另做有春节也是灯会活动搭配，透过40位的轻铁这的大众运输，连接各上款景点，应该当到来真侪人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新营有一间173栋历史的庆穗地庄，业者将收藏的地桶、地具等等上百件文物隆重提出来展览，希望让大家当了解到地米的发展过程，也有咱在地文化。桶仔内一包一包的纸包啊，拢是放超过50吨以上的地米，包装看起来无显白，毋过包地文化即卖真罕见。台南有一间庆穗地庄，创立到今有173吨的历史，然后真侪种地，特别的是因个保存泡地的地具，无共时代店名，含日本时代地桶嘛个保留落来。已经100吨啊，这就是去保存地米啊，因为咱地米上惊湿淡。湿淡迄就容易变质，算讲伊个阻隔这个空气啊，加潮湿的作用足好诶。地行讲台湾的食地文化有200吨的历史，其中伫日本时代上界兴，毋过经过时代演变，因发觉即摆的人较爱啉咖啡、甲手切茶，铁丝就较少人咧啉地米茶啊。对第6代换店了后，伊摒势转型用啉泡茶的方式，谁人来联捌台湾的啉茶文化。少年仔即马对茶吼，弄较无趣味。啊，我想讲吼，另外搁创一个茶米甲下午茶点心，落去吼，互少年人介意着茶米，啊介意着茶米了后，较来啉茶，较知影讲。茶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好处，也爱坐落来开时间泡茶啊，开讲安尼，感觉吼，就是即马若上班无时间，会当用啉泡茶安尼，就是客人带咱出门安尼做方便。地行拢总收藏上百件文物，那亲像一间地秀的博物馆。地行伊嘛拍算开放互人来参观，少数互大家知影茶米的发展过程，嘛更加会当联捌茶米的价值。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镜头来看全球各地农历小跨年，英国伦敦今年要放12分钟的烟火。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水晶球嘛已经准备好势啊，要来倒打算。不过中国今年真侪所在拢唔办跨年活动，景点甚至搁加强维安。因法国嘛有出动军警要严防跨年暝出现恐怖攻击。工作人员真细致搬运详细调整角度，装好所有的工具。伫跨年前，英国伦敦烟火厂商加紧脚步，准备1.2万发烟火。当年上互人注意的太湖树河边跨年烟火秀，会搁再伫年尾精彩释放。So this year's show is close to 12 minutes long. I think it's got a good eclectic mix of music in there, something for everybody, showing off the diversity of London. And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设备嘛进行最后的测试，袂使互水晶球倒算跨年的百年传统伫最后突袭。镜头来到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伫跨年前几天就客满游客，出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沙堡估计有200万人做伙欣赏跨年烟火秀。中国上海历史真久的吴园是放龙形装置艺术甲高灯，陪伴游客迎接2024，佮提早感受农历年节的气氛。
因为以前听说这边比较好玩，所以过来玩。不过，中国今年一寡地方政府拢宣布无要举办跨年活动，热门景点嘛拢要求加强安全管控。同款是跨年热点的法国，因为惊恐怖攻击的威胁影响，包括特别有150万人跨年的香榭丽舍大道在内，全国各地出动超过9万的警力维安，军人加相队嘛拢随时待命。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19度，中部地区14度至23度，南部地区16度至25度，东部地区15度至21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1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